家係咩人有咁重要咩？你第二日係咩人先重要啊嘛？人哋點樣睇你一啲都唔重要，你點樣睇你自己先重要。就算你今日做得再好，喺讚賞你嘅人眼入邊，你係聖人，你係好人，你係大善人。咁喺唔認可你嘅人眼入邊咧，又咪覺得你鳩噏，覺得你垃圾，係嘛？1萬個人睇你，就有1萬個你。所以你永遠係你，亦都只有你可以定義你自己。你與你無關，你喺你局外，唔好在乎自己係邊個。越係覺得自己巴閉嘅，嗰啲就越咩都唔係。我什麼都不是，我什麼都是，我無所不是，我什麼都不能，我什麼都能，我先無所不能。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咁蝴蝶唔來呢？我照樣開。我根本唔在乎蝴蝶嚟唔嚟，我在乎嘅係自己開唔開啫。呢個世界我嚟過，我奮鬥過，我努力過，我唔後悔，更加唔在乎。咁你呢？評論區見啦。